繼續來看國民黨佇新北市第11選區黨內初選的民調，今仔日來到第2天。也毋過國民黨的考紀會煞針對其中一個候選人，也就是國民黨的前發言人蕭敬言，做出着停權的處分。蕭敬言是發出着律師函，講新北市黨部袂使佇個民調的期間剃除伊的資格，也若無伊會依法提出着告訴。新北市黨部回應講，申訴也無結果進程，袂影響着參選的資格。電話民調為支持何元凱。騎起宣傳車，國民黨立委羅致強民調關鍵時刻繼續支持辦公室主任何元凱。另外一邊，競爭者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言來到菜市仔發回新紙，不過面冊寫守護清氣的雙方還會宣結實質。自始至終都是特定的勢力，為了要協助特定的候選人，而在使出的這個抹黑奧部的手段，讓非常多人被誤導，然後來提出這樣子的檢舉，然後利用我們的考績制度，想要干預影響我們黨內初選的順利進行。新北第11選區黨內初選民調已經來到第2天，不過蕭敬言過去佇咧政論節目的言論叫黨內檢舉，國民黨考紀會13號以違紀言論事實明確，罰停權1年的處分，和蕭敬言趕緊發律師函，點名新北市黨部袂當佇咧民調期間將資格撤掉，若無依法提告。對這件代志，國民黨新北市黨部回應，在也未定申訴結果前，未影響參選資格。以目前新北市第11選區初選，除了蕭敬言之外，佮包括17市交通里長陶惠中、羅致強辦公室主任何元凱，除了現任之外，嘛敢若一個人的出戰。爭取我們鄉親的支持啦，這是最主要我現在要做的。那我剛剛也講過，第一個目的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的民調衝到第1名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來看進程，何元凱有葉關子小天，民調關鍵時刻邁出刺卡心徛台，認為若會初選前就甲蕭敬言頂條條，所來第11選區就看誰會當出線，這當決定這一場黨內小達會發動，或者是會延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